特區政府咧係宣布咗有9個旅遊熱點，咁裏邊咧都真係多元化嘅，有山有水，有啲特色社區嘅深度遊。咁而其中一個經民聯咧倡議好耐，卒之咧係得到政府嘅接納推出嘅咧就係我哋香港工業嘅一啲品牌嘅旅遊。咁今次喺呢個工業旅遊嗰度咧，政府一路都有同我哋溝通，咁我哋亦都有一啲建議。咁今次首先推行嘅4間公司咧，就係李錦記啦、就奇華啦、百珍同埋益力多，其實都係喺香港好出名嘅牌子嚟嘅。工業旅遊咧係一個咩概念咧？咁如果你睇翻一啲數據咧，你就可以知道其實佢個產業化得好厲害嘅喺全球。咁根據咧一個國際權威嘅 Future Market Insights 嘅統計咧，喺2023年咧全球嘅工業旅遊嘅總額咧係大概150億港元，而佢哋預計喺2033年咧個工業旅遊嘅總額咧係會去到1400幾億港元嘅。咁大家可以有個概念啦，究竟工業旅遊係有幾大嘅潛力咧？咁今次呢4間我諗係一個開始啦。咁從譬如生產力局咁樣，我哋有幫好多嘅企業升級轉型。咁喺入邊，我哋都見到有好多有潛質，亦都可以參加我哋工業旅遊。譬如話有啲嘅現代化咗嘅中醫保健嘅產品嘅生產啦，咁亦都可以參觀話最新嘅一個中醫藥嘅發展，亦都可以將佢哋嘅品牌可以經過工業旅遊去輸出，將佢嘅品牌能夠可以加強。